那仁波切文武百尊坛城的缘由是什么呢？好，文武百尊坛城本身它的缘由来讲的话，它是在这个人类可以显现的第一座坛城。它是怎么讲呢？本身在任何一个本尊都是有本尊世界，本尊世界就是本尊的坛城，相当就是本尊的净土。但是文武百尊坛城它的缘由来说到过去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呢就是在从他的国土他的宫殿里面出来然后就出家修行的时候，那就经过6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苦修。那么这些都是有很多那个佛陀的故事里面，那可能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看过的。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苦修，到最后呢就是都很长时间都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他想要真正的得到的方面。然后到最后呢，他就是又换了一个方法，就是然后就去那个怎么说呢，用修持大圆满法的方法，然后到最后他就成佛了。那真正的他成佛的时间是只有1天的时间，1个晚上的时间。他就是决定在不成佛的情况下不要再站起来，这样坐下来，那1个晚上的时间，他就第2天就成佛了。成佛了以后呢，那就完全的就相当就是完全的就一切都不需要任何的在乎的，他就首先已经成佛了，那就这样他就获得了圆满的成佛。然后到最后呢，他就第一个呢就是弘法的时候，他的5个弟子，本身呢就是他的这个当中就是有很大的故事。因为他过去第一个他在宫殿里面的时候，5个弟子都是他跟他一起玩的，他的朋友一起长大的。后来呢，佛陀出家的时候，他们也是又跟随着佛陀而去，经过所有的苦修都是跟佛陀一样的。然后到了一个中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经过6年苦修以后，他就说那就这样也是不是一个方法，因为苦修也得不到什么，所以我现在就不要做苦修了。所以他就去使用因食，然后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5个弟子就离开他了。当初呢，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说那个时候本身呢，印度就是有很多的宗教都是经过很多的苦修是相当就是变成非常流行的一个这样的方法。所以佛陀也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吃食物然后禁食，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晨期有经过各种的苦修的方法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成就，到最后他就把这些都放下，然后就这样的时候，那就是那些弟子就觉得说他是有问题的。当初在宫殿里面好好的时候，都是说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要严厉这些，所以去苦修。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很努力的苦修的时候，又就是说饮食也不需要节食，然后就什么都是不用管，然后什么都是就相当也是这样的时候，那他们就离开了佛陀。所以佛陀呢，就是去了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菩提伽亚的这个菩提树下，就自己就在那边打坐，就是成佛。成佛了以后呢，就他又一开始就是相当就是表示不要传法的那种的形式，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第10天他们就有请法，然后就是佛陀也答应要传法。但是传法的第一个对象是什么？他的5大弟子。那但是5大弟子那个时候已经不在那个他的旁边，然后他去找5大弟子的时候，远远的地方看到了佛陀走过来了。他们都说我们的上师从那边走过来了。但是他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站起来我们就是都坐着。他们都已经说好这样，因为商量就是表示不恭敬他的。但是佛陀靠近他们的时候，佛陀的身上都有很大的光，就是而且是非常庄严，已经成佛了，所以他们都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带下去，都站起来，然后就是对他有很大的恭敬。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是第一个传了法。然后后来呢，就是佛陀的眷属跟弟子很多的怎么说呢弟子都已经获得罗汉的成就。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跟佛陀的一切眷属都是可以从天空直接可以飞来飞去，已经有这样的成就的时候，那就在从印度飞到西方去用餐，然后就相当就是人家就邀请佛陀去用餐，然后呢就是佛陀去，然后会飞来飞去的时候，每次佛陀飞过去的时候呢，就是有在那个恩占波德的国土上飞来飞去的。恩占波德是一个国王，他的现在来说呢，他是什么地方？就是巴克斯坦的那个地方，那就是从印度飞过去那个新六合州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就从那个经过巴克斯坦的国土。那么在这个巴克斯坦的国王就是恩占波德往天空看，那每天他就想。就是现在不是曾经不是有的，就是现在有一些红色的鸟，那就是奇怪，这些红色的鸟是从哪里飞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他会这样想，他问一些大臣们，那有些大臣们知道，这些并不是红色的鸟，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跟他的眷属嘛。那么那些大臣们对他说，那并不是什么鸟，那些是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他修持成佛了，已经获得这样的成就，可以在天空飞过去的。然后跟他的眷属嘛，然后就是飞到那个西六合州那边去用膳，然后就飞回印度。那个时候他就想啊，那个是非常殊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邀请他们来用膳啊，那可以吗？他就这样问。那就是有些大臣说。那就是这个邀请可能也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就是在印度跟这边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我们要去印度才可以邀请到。那就是国王安占波的说，那这种是不对啊，他如果是有这么高的成就，能够可以在天空飞来飞去这样的话，他一定会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怎么说呢，呼唤他们一定会下来的。所以就是有一天呢，他们就是叫他说我们要邀请你来然后就是用膳，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他们就布置好所有的东西，然后等待的时候，就佛陀跟眷属都已经真正的来到了他们的国土，然后他们就供养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就是用膳以后呢，国土就是帮他们做了跟一般的众生一样的做了回向跟祈愿。这样的时候，恩占波德说他是不求这个法，他是要求跟你一样的法。他一样的法是什么？能够可以在天空飞过去的，马上要得到这样的成就。那么佛陀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要跟我一样的出家，你的整个的这个国土啊，这些都是要放下一切，跟我一样的出家才会得到的。那么佛陀那个时候的佛陀的本身的怎么说呢，袈裟那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做袈裟的布啊，这些都是从斯陀林里面，从人家把那个怎么说呢，印度人呢就是用衣服来包尸体，然后就是丢到斯陀林里面，把那些衣服也是丢到那个斯陀林里面就走了。所以佛陀他们呢去斯陀林里面捡那些布，然后就是再做成的，或者是那个乐寺里面捡来的布，然后就是染上颜色，然后就穿在身上，就是很颠倒很低调的那种的行为。那么恩占波德这样说的时候，就是佛陀就是说要你也跟我一样出家才可以得到。那恩占波德有一个要求说，那我这个是我做不到的，你要给我一个我是有怎么说呢，国土的，我就还是可以做国王的。那么我的银妃啊什么，我的所有一切都是还是原来一样的，保持在原来的，然后我能够可以获得跟你一样的成就的方法。所以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身上的所有的装饰衣服全部都供养给佛陀，加上他自己的银妃也是供养给佛陀，然后他就请法的时候，那就自然在佛陀的身上怎么说呢，形成了他的所有的装饰，相当就是手镯也好，然后就是五官的那个发毛也好，还有耳环也好，然后就是这些一切项链装饰璎珞，这些都是成为相当就是那就这个金刚宗持一半的显现出来，佛陀显现出来就是如同金刚宗持一样，然后上印象的以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在
讲的法是大圆满最高的大怀黄王法。大怀黄王法一讲的时候，那就是恩扎波的呢，就佛陀所依据灌顶的词句，他就是了解这词句的一切内容。那么恩扎波的当下就是获得了成佛。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恩扎波德的一个女儿，她也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性母，她就同时发心，就是说这个这么殊胜的法，那就可以在怎么说呢，分享给所有的他们的国民，然后就请求佛陀继续传法，所以呢，就佛陀也答应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恩扎波德的那个宫殿，就是成为了文武百尊的宫殿，文武百尊的坛城。那就在人类第一个出现文武百尊的坛城是这样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国民呢都是到了在坛城的4个门里面，那在以此的修持上面，就是已经圆满的成就了10万次的人，10万个人都已经一起成佛了，依靠一个坛城而成佛的。所以他的坛城的这个坛城的缘由，他的坛城的来源是这个样子的。对，谢谢仁波切。好，请教仁波切要如何跟那个文武百尊结缘，还有如何修持。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相当就是如果是我们有方法才可以接触缘，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那魔法时代，而且是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繁忙的时候，生活事业家庭，为了这些呢，就是常常非常繁忙，所以就真正的去修持佛法是并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有这么殊胜的法，有一个方法可以接触的话，那必须得要去接触。所以就是我是为什么出来以后就是要发心改一座文武百尊的坛城。那么就是改了一座文武百尊坛城的时候，那改这个坛城是必须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那么这些金钱的来源是哪里？依靠什么？改完这个坛城，是不是我要使用这个坛城，我就可以在这个坛城里面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改完这个坛城以后，可以利益到很多的众生。同时在改的过程当中，主要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推广这个法。那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可以用金钱来护持这个文武百尊的坛城，用金钱来护持文武百尊的坛城的话，那就是变成一个最好的、最容易接触的、最直接接触的一个方法。所以很多人来说的话，也是真正的坐下来做功课，念1天的经跟做10天的功，这2个选择的话，可能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去10天做功好了，不要念经，一定会这样想。这个是当然是没有学佛的人一定会这样说，但是有学佛的人里面来说的话，也是我想可能是很多弟子就是让他去选择说你去10天工作，还是说要做1天的念经。也许可能他说我工作比较好了，我工作是已经是很长时间已经习惯了，念经很不习惯，腿也痛，然后就是头也痛，然后精神也很不好，然后很困，所以我不要去念经，我要去10天做工，会这样想的。所以就是工作的结果是什么？会得到一点点金钱。那么你从这个金钱当中拿一点点来护持文武百尊的坛城，护持这个佛心事业的话，你自己的生死轮回当中呢，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种下来可以解脱的一个种子。所以这一生当中，你真正的已经接触了跟文武百尊的法，跟文武百尊的坛城已经接触了因缘。接触因缘的好处是什么呢？本身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坛城，但是这个坛城根本就没有显现出来，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就很痛苦，一直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的在痛苦。所以我们佛经里面所说的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为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就是很清净的，本身是非常清净的。那么本来的面目来说到就非常清净的，都是一个佛。但是我们暂时的业障不清净，所以因为业障的情况下盖住了我们本性的清净，所以就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佛的。
所谓的成佛，就是要认得出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成佛。所以要认得出自己的本性，是要有最直接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而且是实践来说的是最实际的。刚好碰到这个时候，那就刚刚就是马上可以成佛啊！相当就是学武术的人，学武术的人知道对方的缺点和对方的弱点在哪里。碰一下那个地方就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可以倒下，如同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烦恼的时候，最适合的时候，我们最适合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人往生以后，到了十相中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形体，我们只有一个光体，而且我们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刚离开人生，就是很悲伤的时候，而且是非常大的恐惧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出现文物本身的本尊的时候，就一认出他，就马上可以想得出来他的本性跟他的缘由，他的本质，所以马上可以从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从来没有认识过的一切的本性，就是那个时候会认得出来，所以就是一个刹那之中就马上会成佛的。所以一切相当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在一夜之间成佛一样的。他过去在6年的时间当中，有经过那么多的苦修，而且是有那么多的执着，就做了那么多的时间，而且是好几次都差一点的会断气了，因为就是身体虚弱到已经不行了，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成就。到最后就是真正的去那个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就是进入在大圆满的空性的状态，然后修持的时候，就是一夜之间就成佛了。那就是可以在这一切完全都是已经接触了一切的问题，如同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在透过文物本身的法，透过大圆满的法，是有这么快速的可以成佛的方法。所以虽然有这么快速的成佛的方法，尤其是文物本身法，是任何一个层次的人，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人没有皈依，也是可以接受文物本身的灌顶。所以这个来说到，就是跟其他的任何法门就是不同的地方，跟不一样的地方。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在不管是他是高的层次跟低的层次，都可以接触的一个这么殊胜的法，但是他是要有因缘。今天如果是有一个具德的上师做文物本身的灌顶，那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触的，你没有皈依也可以接触。所以这种的法来说到，就不是说是那么容易能得到的。所以我们就弘扬文物本身法，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适合的。对，谢谢仁波切。Amar